魔术让我知道把堆积在心中的难过丢掉放下。由公共电视台直播的《小孩库斯拉》荣获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评选为5星优质儿少节目。节目制作的核心锁定7到15岁各领域最酷小达人的故事。小孩库斯拉呢是一个让小孩自己讲自己特殊的故事。那酷这个定义呢，在大家的眼中呢，可能定义都不太一样。但在这个节目里面的酷啊，是很跟大人的定义完全不同。你很会修水电，你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小孩。你可能生了糖尿病，然后你很知道怎么对付糖尿病的这个疾病，也是一个酷小孩。所以在小孩库斯拉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不同领域的小朋友呢，他在某一些地方呢，他有他特殊的专长，而且呢，他试着把这个故事呢讲给所有的人听。大家听到他们的故事呢，都会有不同的启发。大家都知道嘛，现在台湾小孩越来越少。其实呢，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心小朋友去哪里了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努力的想要做好节目呢，吸引更多的同学或者是更多的小朋友。那我们也知道说，就是放在电视里的东西，小朋友可能已经不看了，小朋友可能更在乎的是在手机里看得到，或者是在媒体或者在新媒体里头能不能看到。所以我们也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小朋友对话。所以我们希望说，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呢，更加的努力呢，看看能不能把不同的观念，或者是各国的儿童节目呢，不同的做法呢，都能在台湾这个地方呢，也能够看到我们跟国际一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会努力的在这个方向耕耘。优质5星儿少节目内容主题精致，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欢迎民众踊跃收看，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。媒观也感谢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赞助经费，支持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5星奖活动，一起从儿少视角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